一生人患上一次嘅絕症，有好多人就已經失去咗意志。如果喺年輕嘅歲月就已經患上2次絕症，嗰種打擊究竟要點樣面對呢？又要喺邊度揾到繼續搏鬥嘅力量呢？我個女嗰個癌症轉化成為血癌嘅時候咧，好似又嚟一次嘅咁樣嘅打擊。即係好多 uncertainty， 但係at the same time 即係 like I felt like peaceful。即係咁多次 cancer 都嚟唔去，即係神真係有一個有個 reason 咯。今年19歲嘅譚文君 Glory 家住紐約，係屋企嘅獨女，就讀於波士頓名校衛斯理學院，讀緊幹細胞嘅研究。佢爸爸係紐約華埠最大嘅華人教會中華海外宣道會嘅譚俊德牧師。文君由細到大都同父母嘅感情非常要好，兩父女無所不談，大事小事都有商有量。文君乖巧活潑，讀書從來唔使父母擔心，又活躍於各種嘅活動。文君自小就擁有上進嘅奮鬥心，希望能夠代表美國參加奧運游泳項目。只可惜5年前，即係喺佢14歲嗰年，佢患上咗骨癌，因為治療而鋸咗一隻腳，之後就要靠拐杖行路。參加奧運嘅夢想破滅咗，亦都經歷咗多次艱辛嘅化療。但係呢啲都打擊唔到文君，佢仲好積極咁參加教會入面嘅活動。經過多番治療之後，文君最終能夠戰勝癌魔。當佢以為靠住神嘅保守康復，可以過翻正常嘅年輕人生活之際，今年3月9號嘅一次流行性感冒血液測試入面，佢又發現自己罹患咗血癌絕症。一次又一次嘅打擊，對文君嚟講實在係太難面對。都有諗過係血癌，咁我就好，即係我喊咗好耐咯，即係因為好似讀得好地地，又啱啱即係寫完個 paper， 又啱啱即係考完2個試，即係好似即係我做咗咁多嘢，跟住就 all of a sudden 即係要停住咯。我同我太太問我女，同我女講，我話我哥，如果你拒絕接受化療，你唔接受，我話我哋做父母明白，我哋唔會怪你。佢諗都冇諗，佢話爹哋，我接受。我太太仲話係無了期喎，嗰種痛苦你受過。佢話我知。佢話其實我都想好似我同學一樣自殺，我都有呢啲念頭，但我要揮落去。所以我哋作為父母嘅，你唔幫佢揮到底嗎？一般人可能已經被絕症打沉，但呢個病反而令文君了解多咗相類嘅病情，亦都令佢喺生命中肩負住一種使命感。佢覺得可以運用自己嘅知識去救人，所以佢想做醫生，想幫好多好似佢咁樣患病嘅肢體。不過後來佢發現做研究所得到嘅知識可能會幫到更多嘅人，所以佢專注做醫學研究。香港嗰個 Bone Drive 就有一個即係幫助到一個好似係女人find 到個 match 咯。咁我就覺得即係如果我而家死，我都覺得好似賺咗，因為都已經幫咗另外一個人。雖然文君而家仲要時常進出醫院去接受治療，頭髮都甩晒，身體同心靈忍受緊唔同嘅苦楚，但係喺同血癌搏鬥緊嘅期間，面對死亡嘅同時，文君話俾我哋聽，喺逆境之中都可以抱有樂觀嘅態度，積極咁面對。好多嘢你係即係 take for granted in daily life， and so 即係 even though 我 suffer 咁多，但係即係我都 learn to appreciate like your friends, your family, like your whole body。文君站喺生命嘅邊緣上，除咗依靠神嘅保守，仲需要大眾齊心協力，身體力行，主動去驗血捐骨髓。
如果冇骨髓移植咧，佢嘅存活機會咧係大概10%。我係譚文君，我3月份患上急性血癌，或者係叫 AML。咁我而家就想邀請大家去驗血，然後捐骨髓俾我。